林县政府甲大塑集团合作，伫斗六、启东、北港、虎尾、西螺甲卖寮等等的商店来设置着大塑生医环保补充站，互民众家己早用去来滴洗衫精、清洁精等等，来实现着环保绿色的生活。 斗六县府环保补充站启用的头一天，真侪乡亲早家己的空管啊，内底洗衫精含洗碗精。花莲县政府和大塑生医集团合作，伫咧真侪乡镇拢有来设大塑生医的环保补充站。我们都希望能够不要再使用一次性的容器，我们希望这个容器能够继续来做补充。 即马大塑生医伫咧全台湾设332台智慧补充站，未来预计上少设1200台，预估时到第年减碳量达到1706吨。未来我们的目标是1200站，也就是能够减少大概800多万的瓶子。花莲县政府伫咧今年启动减碳生活行动年，推动绿生活运动，希望带动每一个社区和家庭共同来守护地球的环境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